府内嘅艺术节，2020年第一摆举办嘅时节是下到93万人次去参观。礼拜天嘅艺术节，恐怕要对世界各地来嘅游客来到呢個點線嘅水道。當然對地方嘅經濟有整體嘅天數，不過相對未帶來一條垃圾，還有塞車一條影響。而財道係今年一天第一擺假日藝術節嘅導致，但人潮來嚟，為咗水道帶來嘅係乜嘅東西？而主辦單位又係一群人應咯。聽睇記者宋子昂還有蔡義聰，向下一看。天係來婦女開移財道日一段無限嘅時節，大家無限率囤留落嘅3.5加工中5館，一個5日發達嘅水道，長1.05平方公里，地面大概593年，一隻水道嘅好未強用有人口外流嘅情形。移財道係今年一天頭一擺參加藝術節嘅到位，多項嘅人先睇最無限嘅時節來假日，就係愛本外嘅看到一等充滿活力。藝術家馮福亮用飛鶴嘅小學教室來做基地，屯到民間人士嘅中小學生嘅用嘅1年嘅時間，向下創造出50枚船呢。まずこれはイワシの魚群をイメージして、はい、この島は漁師の町なので、そういう魚とかそういう漁をメインとした作品を作りたいと思ってですね、見てもらうと結構キャラクターをモチーフにしている子とかがいたり、はい、やっぱそれぞれ思い思いのものを作れるように。藝術家帶領在天然強下完成藝術作品，向人去到多方來欣賞。看到移財道對繁華到沒落嘅羅亞坡位，看到按當日來到多方，見講有藝術節實在真好。太麻村嘅演員去到多方，閒得看到愛種人嘅在天然吃到該香該歡喜。不過沒有人少，會帶來鐵道嘅體色，吵鬧聲也都唔會影響。不過藝術節主辦單位實早就有想到一條問題，未準備好嘅。所以遊客來到移財道呢，主辦單位會發一間呢塑膠袋嘅本遊客個睇下蛋糕呢，都下輪呢，同美好嘅回憶表亞睇心肝跳度，提升呢都表亞睇推理杯帶過去。前回終わってからアンケートを取って、で9割近い人たちが喜んでますね。でだけどやっぱり少し人がたくさんなるとやっぱりちょっと道路が混んでちょっと危ないとか、あるいは船に乗りにくくなるとかっていう不便は少しおかけしちゃいますけれども、でもほとんどの人はでもそういうことはあるけれどもやっぱり楽しかったとか嬉しかったって言ってくれてますから、おおむね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はい。而去到嘅唔是講前月尾談論按到嘅觀光客去到多方，不過白傳夫郎講也唔係辦藝術節嘅目的，重要嘅係大鵬藝術重新打造出地區嘅價值。睇觀光客去到看起來像係水土嘅多嘅好，看到多項嘅人情、多項嘅好、多項嘅居民大鵬跟同外天然交流，潛規發力。客家新聞蔡義聰、宋英岳日本報道。